先来提醒观众朋友，唔通即马物件欠下就去囤下，物件放久拢会歹哦。讲到民众接使用的止痛药啊、普拿疼也要起价啊。药师指出讲，这普拿疼止痛系列对7月开始会起5%，6月开始已经伫咧控制数量。药师也要提醒民众，若准无一定爱买普拿疼这牌，事实上找同款成分就会使。目前暂时是在止痛系的部分有在做控货的状况。药师无用伫咧整理货架啊，怎么先要拢起，连普拿疼止痛药啊也按算伫咧7月要起5%，估计一下将会起10块到15块，6月已经开始控制会员。因为什么都涨，医疗相关的或药品会涨价也不意外了。从饮料啊到吃的东西来讲的话，都是比较贵，会先买的，对，先放在家里面。普拿疼第一日起，药师也讲，伫最近民众若是有需要止痛药啊，假使若无一定爱大品牌，会当经其他同款有乙酰氨酚成分的药啊来代替。供应商给我们告知，预计从7月开始，我们的进货价包含到零售价，预计都会调涨5% 左右。下个月涨价是这个普拿疼的部分，它12颗目前的零售价是170块，预计下个月会涨到179块。好，那像在台湾的其他像一样是乙酰氨酚的成分，像这个10颗大概是75块钱左右。药啊起价，电钱也起，药房的营业用电会愈悬。药师真无奈，讲即马包括进货成本在内，营业成本保守估计会增加5%到10%。社区药房甲基层诊所拢是医疗分级的一部分，希望健保署会当提悬调剂费用，给因补贴。整个营运的大概有5到10%，周边的一些设备，一些电费，还有人事的支出，其实这个都是往上升的。健保署建议药师工会全联会会当透过健保会等管道提出因的诉求，健保署会整体考虑，规个做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